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我介紹一個好簡單做嘅同埋非常有益嘅運動。咁呢個運動呢，就係叫做超慢跑，即係原地踏步。原地踏步動作非常簡單，需要嘅地方好少。譬如睇電視嘅時候，或者食完飯後5分鐘就可以做㗎啦。重點就係雙腳輪流踏步，腳尖同埋腳踭都要輪流掂地嘅，唔會只係用腳尖或者唔會只用腳踭。腳尖同埋腳踭都需要喐動㗎，動作唔需要太快，可以望住個鐘嚟計1分鐘。最初呢，可以1分鐘做90下，快慢要視乎各人嘅體質唔同。熟練咗之後，可以提升至1分鐘120下，或150下，或180下。1分鐘180下係最高嘅頻率。如果1分鐘多過180下，就唔算係超慢跑啦。另一個重點，心率跳動正常，唔會加速。慢跑嘅特點係唔會令心跳加速。做嘅時候應該要好輕鬆做嘅，一邊做可以一邊傾偈，好輕鬆嘅。運動期間身體會發熱同埋流汗㗎。每次做嘅時間唔需要太長，可以5分鐘至10分鐘。你可以餐後5分鐘就可以做㗎啦，每次5至10分鐘就得㗎啦。如果你熟練咗之後，可以每日做3次，每次做10分鐘，每日已做30分鐘㗎啦。呢個運動呢，好明顯可以降血壓、降血糖、降膽固醇㗎，好有功效㗎，對身體好有益㗎。做呢個運動，我有位朋友連續做1個禮拜，佢嘅三高嘅情況消失晒啦，回復返正常啦。同埋呢個運動可以幫助減肥消脂非常好嘅。做呢個運動呢就唔複雜，好容易做㗎。你都做啦，你都試下做啦。喺屋企呢要放個軟墊嚟做㗎，又或者着鞋襪嚟做都得。着鞋襪可以保護雙腳，地板有時好硬，做嘅時候膝蓋要微曲。正所謂日日勤練功，舒筋活絡血氣通，生活開心冇病痛。好啦，各位，我呢集嘅時間就去到呢度啦。下一集見，拜拜。